點解咁正啊？因為今年係財運年，又加埋係天喜桃花喎。咁有桃花本來已經交際應酬人緣，好對事業都有幫助㗎啦，又加埋財運更加提高一線啦。咁如果你嘥秋冬天出世就勢如破竹啦，係咪？即使春夏天出世都唔使驚，頂得住啦。財運排第一，桃花排第二。即使你上班一上高咧，有桃花人哋見你個樣順眼啲，你做嘢會順利少少啦。如果收入唔穩定嘅自雇或者做生意又更加容易遷得成生意。所以嗰啲財運年係唔錯，桃花年係唔錯。如果你單身嚟到呢個天喜桃花咧，天喜都係正桃花，冇紅蓮咁重啫，都容易認識咗一啲可以發展落去嘅感情，所以咁你要把握機會啦。咁如果諗住今年結婚或者懷孕咧，天喜桃花就係一個適合嘅時機嚟㗎。咁你屬兔咧，尤其是個桃花月咧，去到呢個5月同11月同桃花月，咁其實全年都係桃花㗎啦，只不過特別把握5月同11月同桃花月咁解啫。咁今年則先有天德同風化吉，能化空星之力。咁天德同月德都一樣嘅，因為天德同月德都係心前報復心小，咁到復心小條怨同小樣，佢就表示佢哋自係同風化吉咧。咁仲有福星同福德貴人星，雖然福星就普通貴人星，咁有貴人星都好過有小人星啦，係咪？咁有桃花星，又有同風化吉嘅星，又有貴人星，即係星又唔錯，排位又唔錯。空星有咩？空就短舌連口就肯面對面同嗌交，咁呢個都冇乜大問題啦，因為始終你桃花年喺緊面對面同嗌交嚟見頭，人都唔記得咗嗌完交攞嚟見頭就和好啦。無論男女關係又好，朋友關係好，或者公司同事關係又好，今年咧即使係嗌交有少鬥嘴到咧，就問題應該就唔大㗎。咁因為今年又披麻咪披麻大廈運輸，披麻你多啲留意長輩身體啫，因為到去到馬年其實又冇乜特別大傷風㗎。咁長輩其實幾時都要留意㗎啦，尤其是我呢個年紀啊，你個年紀就可能冇我咁嚴重啦，因為我呢個年紀啲長輩大部分都係好似咁嘅實行㗎啦。咁你都要留意長輩咧，尤其長輩一結婚你就好大鑊㗎啦。即係咁你屬兔唯一嘢嚟要長輩身體多啲關心就約佢食飯，其他就冇嘢啦。轉頭就和好啦，無論男女關係又好，朋友關係好，或者公司同事關係好，今年咧即使有嗌交有少少鬥嘴到咧，就問題應該就唔大㗎。咁同埋今年又披麻大廈運輸，披麻你多啲留意長輩身體啫，因為屬兔去到馬年其實又冇乜特別大傷風嘅，咁長輩其實幾時都要留意㗎啦，尤其是我呢個年紀。